香港本地餐飲業而家真係到咗生死存亡嘅絕境時刻。睇完呢條片，唔單止帶你睇透呢場驚心動魄嘅搶客大戰，仲要手把手教你點樣喺呢個復活節假期留喺香港舒舒服服咁白食白飲，狂考本地大酒樓嘅羊毛。而家嘅香港條街用冷清嚟形容都唔過分，本地嘅商戶們真係俾人逼到去懸崖邊，為咗生存落去，佢哋而家可係攞晒湯家本領出嚟。呢個對於呢啲選擇留喺香港嘅人嚟講，絕對係一個千載難逢嘅好機會。先嚟睇下眼前呢個復活節加埋清明節嘅超級長假。只要你最近打開手機睇新聞，或者自己去過一轉口岸，你就會知而家過關嘅人潮有幾咁恐怖。呢個已經唔係普通嘅放假出門玩，呢個簡直好似一場全城大遷徙。你睇下羅湖口岸、落馬洲口岸，或者係深圳灣同港珠澳大橋嗰個人山人海嘅陣勢，真係令人睇到都覺得抖唔到氣。一家大細拖住大大細細嘅行李車，推住 BB 車，撕住大背囊，所有人密密麻麻咁逼喺通關大廳入邊。你排喺隊中間，前邊係人哋個後腦，後邊嘅人幾乎貼住你個背脊，空氣入邊全混雜住汗水味同焦躁嘅情緒。為咗過關排隊排上2-3個鐘已經係家常便飯，隊伍喐嘅速度簡直比蝸牛仲要慢。大人排到腰酸背痛，對腳發麻，細路仔喺人群入邊悶到哇哇大嗌，老人家更加好到只能夠靠喺欄杆上面大口大口喘氣。好唔容易先逼過咗關口嚟到深圳，你以為折磨就完咗啦咩？完全冇。行入深圳嘅各大商場，你會發現入邊全部都係熟悉嘅香港口音。熱門嘅酸菜魚店、牛肉火鍋店門口，等位嘅凳排到長龍，咁攞個籌，前面仲有200-300台等緊啦。食餐飯又要夾硬耗翻2-3個鐘。大家為咗貪上面平少少嘅物價同新鮮感，真係將假期寶貴嘅休息時間全部浪費晒喺排隊同擁擠上邊，搞到比翻工仲要手10倍。但係當你將鏡頭轉翻香港本地，嗰個畫面反差大到簡直令人唔敢相信自己對眼。平時週末連行路都要膊頭撞膊頭嘅旺角西洋菜街、彌敦道，而家居然空曠到可以喺馬路中間直接瞓低抖個眼角。銅鑼灣嗰啲曾經熱鬧非常嘅購物商場同步行街，而家一眼望過去，顧客仲冇企櫃位嘅銷售員多。紅綠燈由紅變綠，斑馬線上邊竟然只有零零散散嘅2-3個人行過，成座城市安靜到就好似一座被遺棄嘅空城。最慘嘅仲要數我哋香港本地嗰啲餐廳同酒樓，你推開一間裝修豪華、面積巨大嘅海鮮酒樓大門，眼前呢係一排排鋪住雪白台布嘅大圓台，燈光依舊明亮，冷氣依然開得好足，但係幾十張台望過去，居然只有個可憐巴巴嘅2-3台客喺度飲茶。大批嘅樓面服務員無所事事咁企喺柱邊，有啲喺度發呆，有啲喺度互相傾偈打發時間，簡直可以話係非常之閒。廚房入邊嘅老師傅們呢，睇住空空如也嘅點菜單，亦都係連連嘆氣。要知唔管有冇客嚟食飯，香港呢啲高昂到嚇人嘅鋪租，可係每個月都要照交5，員工嘅人工1毫子都唔可以少，水電費亦都係一筆巨大嘅開銷。老闆們睇住每日哇哇聲咁往外流嘅現金同賬本上邊慘不忍睹嘅營業額，急到頭髮都要白晒。呢種一面係北上消費嘅狂歡派對，另一面係本地店鋪門可羅雀嘅淒涼慘狀，形成咗極其強烈嘅對比，亦都將香港餐飲業推到咗一個不破不立嘅危險邊緣。面對咁樣嚟勢洶洶嘅港人北上消費熱潮，唔通本地嘅餐飲老闆們就只能夠坐以待斃，眼白白睇住鋪頭排門大吉咩？當然唔係啊！邊度有危機，邊度就有絕地反擊。喺呢一片哀嚎聲入邊，本地大型連鎖餐飲巨頭半島漁港集團決定唔再沉默，佢哋重磅出擊，直接向呢種低迷嘅市場氛圍宣戰。佢哋睇準咗呢個復活節假期嘅空檔，
為咗嗰啲唔願意去口岸去逼，唔願意去受排隊嗰種苦，選擇留喺香港本地舒舒服服過節嘅市民們，量身定製咗一套簡直可以用瘋狂嚟形容嘅留港消費驚喜大優惠。呢個唔單止係一場商業上嘅自救行動，更似係一份回饋俾本地街坊嘅超級大禮包。由2026年後嘅4月3日開始，一直到4月7日，呢整整連續5日嘅時間入邊，可以話係半島漁港集團送福利嘅黃金時段。呢5日啱啱覆蓋咗大家放假留喺香港最需要解決食學時間節點。喺呢個推廣期內咧，只要你帶埋屋企人，約埋3、5知己，行入半島漁港集團旗下嘅任何一間指定分店，你就能夠感受到佢哋呢次反擊嘅誠意有幾咁巨大。首先係真金白銀嘅現金券大放送，只要你嚟惠顧，就有機會直接獲得面值高達100港元嘅現金消費券。大家注意啦，呢個可唔係嗰種設咗一大堆門檻，叫你下次消費滿幾千蚊先可以抵扣少少嘅套路券。呢個係實打實嘅現金抵用，等你喺埋單嘅時候直接感受到張單金額跌落嚟嘅快感。呢100蚊對於普通家庭出嚟飲餐早茶、食餐晚飯嚟講，已經係一個相當有分量嘅補貼，可以等大家喺享受美食狂歡嘅同時，荷包都唔至於大出血，確確實實為呢個原本可能會有些少平淡嘅假期增添咗無限嘅樂趣同驚喜。但係如果你以為僅派發少少現金券就係佢哋全部嘅招數，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呢次活動嘅重頭戲其實係集團旗下嗰啲平時大家捨唔得經常嗌、各具特色且極具分量嘅招牌菜式，而家統統攞晒出嚟免費送俾大家品嘗。係啊，你冇聽錯，就係免費送。只要你喺呢5日嘅推廣期內幫襯佢哋指定嘅餐廳，你就有機會白嫖到多款鎮店之寶級別嘅頂級美食。先嚟講下咧，第一道重量級贈品清蒸沙巴仔，師傅們用最講究嘅火候清蒸出爐，魚肉雪白晶瑩，淋上滾燙嘅熱油，只係聽到滋啦一聲，蔥薑嘅香氣瞬間被激發出嚟，再配埋佢哋秘製嘅蒸魚豉油。當你用筷子輕輕夾起一間魚肉放落口入邊，嗰種海鮮特有嘅鮮甜同豉油嘅鹹香完美融合，簡直令人回味無窮。而家咁樣一道平時喺酒樓入邊賣得唔平嘅硬菜，直接免費端上你張台。如果覺得呢啲仲未夠震撼，嗰度仲有石鍋濃湯翅喺度等緊你。呢個絕對係一道能夠鎮得住場面嘅豪華大菜。滾燙嘅石鍋被燒到炙熱，入邊裝住嘅係用老雞、火腿、大骨等10幾種名貴食材，熬咗10幾個鐘先至吊出嚟嘅金黃濃湯。濃湯喺石鍋入邊咕嚕咕嚕咁滾住，冒住誘人嘅熱氣，能夠喺假期入邊唔使使錢就能夠享受到咁樣一煲誠意滿滿、尊貴無比嘅濃湯翅。呢種體驗真係只有喺呢次絕地反擊嘅活動入邊先至撞得到。除咗呢啲大菜，連我哋最愛嘅點心都安排埋，嗰個就係經典嘅傳統水蒸蝦餃。作為早茶界嘅4大天王之首，半島漁港嘅蝦餃絕對係誠意之作。師傅們手工監製嘅皮薄如禪液，晶瑩剔透，就好似一層半透明嘅水晶外衣咁。一啖咬落去，蝦汁喺口入邊爆開，蝦肉嘅鮮甜同餃皮嘅軟糯完美結合，保證食到你停唔到口。為咗等大家有更多嘅選擇，呢次參與活動嘅餐廳陣容亦都係非常強大啊！除咗主打傳統粵菜同生猛海鮮嘅半島漁港之外，仲有以高端火鍋食材同頂級湯底聞名嘅阿翁海鮮火鍋料理。如果你中意食燒臘啊，嗰就一定唔可以錯過阿翁深井燒鵝大王啦。佢哋屋企皮脆肉嫩、汁水豐盈嘅燒鵝喺江湖上邊可係赫赫有名嘅。佢哋唔單止係喺拼價格送嘢，更係喺拼品質、拼服務。每一款送出嘅菜式都係由經驗豐富、手藝精湛嘅廚師團隊嚴格把控每一個環節。
由挑選最新鮮嘅食材開始，到烹飪過程入邊嘅每一個細節，都力求做到完美，確保每一位踏入店門嘅顧客都能夠喺呢個空蕩蕩嘅城市入邊品嘗到最上乘、最溫暖嘅本地滋味。總言之，睇住人哋喺口岸排隊排到懷疑人生，喺深圳嘅商場入邊逼到滿頭大汗，我哋點解唔可以聰明少少，轉換下思路呢？與其將假期嘅大好時光全部浪費喺屎到死嘅奔波同無盡嘅等待上邊，倒不如舒舒服服咁留喺香港。而家本地嘅餐飲集團已經攞出咗破釜沉舟嘅勇氣同實實在在嘅誠意，用高額嘅現金消費券同一連串免費嘅名貴招牌菜嚟回饋大家。呢個唔單止可以等我哋以極其划算嘅價錢享受到高品質嘅美食同服務，唔使去同幾十萬人去人逼人。更重要嘅係，我哋用實際行動支持咗呢啲喺困境入邊依然咬牙堅持、努力求變嘅本地餐飲品牌。